十几个小时的飞行让我腰酸背痛，一落地直奔酒店倒时差，可一沾床怎么都睡不着。这座把我伤得体无完肤，我曾经哭着说再也不会回来的城市，到底还是回来了。知道我回来，朋友攒了个大局，为我接风洗尘，更为我找到幸福而开心。酒过三巡以后，我从小长大的朋友抱着我，哭得眼睛通红。南希，你能走出来真好，我多怕你，怕你因为他想不开。我替他擦了眼泪，都过去了。未婚夫周然吃不了辣，却硬是来者不拒，吃的当天晚上就进了医院，急性肠胃炎，输了一整晚的液，第二天才稍稍好转。没想到趁着我补觉的功夫，他就让护士推他出去遛弯了。临城四季分明，春天最美。我找到周然的时候，他正坐在紫玉兰树下与人相谈甚欢。玉兰盛开，万物更新。好啊你，竟然不遵医嘱，敢偷偷地跑出来。未婚夫立马扭头做投降状，岂敢岂敢，马上回去。周然起身的时候，我看到了他旁边的人，只一个背影，我的心猛然跳了一下。当他完全暴露在我眼前的时候，我整个人仿佛被雷劈中，愣愣定在原地，死死盯着眼前的男人。原来一辈子竟然这样短，说好一辈子再也不见的，没想到不过3年，居然一回国就碰上了。眼前的人看到我以后，眼里闪过一丝诧异，诧异过后竟是高兴，眼睛亮起来，不过瞬间又转为暗淡，被无尽的痛苦包围。也不知道是不是我眼花，我竟然从他眼里看到了2种截然不同的情绪。周然笑着介绍，这是我刚认识的病友，陈着，他跟你一样，都喜欢玉兰。我俩相见恨晚，聊得投机，居然忘了时间。眼前的人瘦得厉害，宽大的病号服显得他的身体愈发单薄，五官不似以前凌厉，多了些病气，看得出来过得不好。我直直站着，没有打招呼的打算。这是我未婚妻江南希。周然打着圆场，他微微颔首，像是用了点力气才开口，好久不见。他的语气是那样柔和，好像是和许久不见的老朋友打招呼一样，全然忘了当初和我撕破脸，让我滚回国外的时候了。我冷着脸，看都不看，直接转身。周然追过来时，语气还有些疑惑：“你们认识吗？怎么不打招呼？你很少这样对人不礼貌。”“不熟的同学而已。”我冷声回答。周然不知道的是，他口中这个相见恨晚的男人和我在一起整整4年，人前人后密不可分，羡煞旁人。他甚至在大学一毕业就声势浩大地向我求了婚，只差一点，和我结婚的人就是他了。可惜地久天长，大梦一场。大学刚入校时，我是拿着助学贷款的孤儿，为了温饱不停地在做兼职，生活不敢有一刻的放松。遇到陈着的时候是一个春天，玉兰盛开的季节。那天晚上，我结束家教的工作回到学校，拖着疲惫的身体刚路过操场，一颗篮球突然从天而降，准确无误地砸到了我的脑袋上。身体的疲惫加上头部的重压，一瞬间，我看到好多小人在我头上飞，头晕眼花的我两眼一黑，摔到了地上。摔倒前，我恍惚看到一个身穿蓝白球衣的少年朝我飞奔而来，他胸口的号码是个大大的1。少年的后背结实安稳，好似一个避风港。等我再次睁开眼的时候，只看到一个清瘦高挑的背影，球衣上的意格外显眼。他和医生在交流着什么，我看不太清楚，也听不清。
他转过身的时候，我才看清他的面容。少年五官俊美，棱角分明，深褐色的眸子目光清澈。看到我醒了以后，一直蹙着的眉头终于放了松。在我清醒以后，少年自报家门，诚恳地向我道了歉，并且承诺会为我负责。我知道自己没事以后，也没跟他计较。可那天以后，陈着开始有意无意地出现在我的身边。上选修课的时候能碰到他，图书馆也能遇到，甚至在我打工的奶茶店也能遇到。每天早上按时出现的早餐，恰好需要的笔记，以及深夜的护送。被我抓包的时候，陈着正往我书包里塞牛奶。被抓包后的他没有一丝不安，反而义正辞严地说：“我说过会为你负责的。”我头都大了，我没事，不需要你负责。那不行，脑震荡都是长期潜伏的，就是轻微的也不能掉以轻心。于是从那天起，陈着借着为我负责的名头，开始正大光明地挤进我的生活。每天早上雷打不动地送早餐，我去上课他也跟着去。难为他一个学计算机的理科男，天天听汉语言文学的天书。我去做家教，做兼职，他总是陪着。最爱的篮球也不打了，接送我成了他的必修课。陈着是个很有分寸感的男生，他每次送我只会远远地跟着，言谈举止贴心，又不让人感到负担。他好像知道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于是默默帮了我很多，帮我合理规划做兼职的时间，帮我借学姐的笔记，帮我收集留学需要的资料。他默默跟在我的身边，唯一一次向我提出请求，就是希望我去看他打篮球。球场是他的主场，少年在球场上肆意挥洒着汗水，过他手的三分球必中。震耳欲聋的欢呼声中，他似乎看向我的方向，笑的是那样志在必得。毫无意外，他大获全胜。在周围人的呼喊声中，他笑着一步步走向我的方向。虽然累得厉害，但脚步却格外坚定。玉兰花落下的时候，少年也毫不犹豫地向我单膝跪地。令我意外的是，他举起的花束不是俗套的玫瑰，而是用我最爱的玉兰包裹着的篮球。少年肉眼可见的紧张，声音发抖，却掷地有声：“江南希，很抱歉砸到你，不过我愿意用我一生去对你负责。做我女朋友好不好？”谁能在青春里拒绝这样的一个少年呢？我来不及思考，全凭本能点头。和陈着在一起以后，我的生活变得轻松了很多。他给我介绍的家教，工资是以前的3倍。在他的指引下，我慢慢地了解了留学需要的所有资料。我一直想去国外看看，本以为会遭到陈着的反对，没想到他非常赞成。他主动帮我挑选国家、大学和适合我的专业，熬夜陪我学语言，帮着我一步一步申请。他没有嫌弃我笨拙，反而手拉手的把我带到更好的路上。大4尘埃落定，我马上就可以实现梦想的时候，却迟疑了。4年的相处，我已经从一个自立自强的大女生变成离开陈着就不能自理的小女生了。归根结底，我舍不得陈着。在我摇摆的时候，陈着看出我的顾虑，我知道他更舍不得我，可他还是鼓励我：“离梦想就差一步了，不去看看吗？你放心，我还没对你负完责，不会跑的。”陈着的承诺从不是嘴上说说。在我离开的前1周，是我的生日。我喜欢安静，所以在周3大家都很忙碌的时候，我们在公园的小河边支了小桌子，桌子上放着蛋糕，没有买花，因为头顶的玉兰开得正好。
蛋糕很漂亮，上面的奶油是花朵的形状。我刚拿出手机，陈着就把蛋糕最好看的一面转给我，让我拍照。我闭着眼睛许愿的时候，突然听到一阵稀稀碎碎的响声。等我再次睁开眼的时候，眼前放了4个盒子。我笑着看他，是惊喜吗？陈着一脸得意地看着我，包你满意。第1个盒子就让我开心地尖叫，那张纸条上写着清空购物车，这是女生们的梦想。第2个盒子的纸条上写着高跟鞋3个字，我以为是个承诺，可陈着转身就拿出了一个鞋盒，银白色的高跟鞋上镶满了小碎钻，这是公主的鞋子。第3个盒子里是一个戴着头纱的王冠，陈着为我戴上的时候，我隐隐感觉到了什么，可拆开第4个盒子里却不是我想的东西，而是一封手写信。陈着有点害羞，可还是一字一句地念着，声音虽然紧张，却掷地有声。不过几句话，念得我们都红了眼。我记得他最后说：“楠楠，纸太短，写不完我的承诺。不过今后我将用我的一生来向你证明。”下一秒，他就拿出了一双对戒，戒指的花纹是我喜欢的玉兰花。少年单膝跪地，那眼神里坚定的爱意挡都挡不住。楠楠，相信我，嫁给我好吗？我这辈子只见过2次陈着如此郑重，一次是求爱，另一次就是现在求婚。眼前的一切和4年前一样，人没变，心意更甚，所以我还是点头了。可我怎么也没想到，我不过到国外半年，就收到了陈着的分手短信。那条短信很短，很俗套的5个字：我们分手吧。短短5个字就把我拖回了被父母遗弃的时候，那是我一辈子的噩梦。漆黑的夜里，雨下个不停，幼小的我在雨中哭喊着找父母。那时的我怎么都不明白，明明我就藏在那棵显眼的树后，为什么父母就是找不到我呢？后来我才知道，他们不是找不到我，而是他们早就抛弃了我。陈着的分手短信，让身处烈日下的我感觉置身于暴雨中，被抛弃的痛苦和恐惧再次席卷了我。我依旧无力反抗，被折磨的呼吸都是痛的。不知道过了多久，仅有的一点点意识回笼，我飞快地反思着自己，是不是最近忙于功课冷淡了陈着。我开始给陈着打电话道歉，可他把我拉黑了，电话、短信都不回。于是我抛下所有回了国。我在飞机上反思了自己的所有，把分手原因全部归根到自己身上，边哭边写了长长一封道歉信。我努力组织着语言，祈求陈着可以原谅我。如果他可以原谅我，我愿意放弃留学，只要他可以回到我身边，我做什么都可以。可那封常常充满歉意和祈求的道歉信还是没有送出去，因为我发现我并没有错，只是陈着不爱我了。他在向我许下一生承诺的地方，牵的却是另一个女生的手。不知道2人说了什么，陈着笑的是那样舒服自在，我有些恍惚。我有多久没见过他这样了？我刚出国的时候，因为时差和功课的原因，我们可以聊天的时间很短。陈着为了跟我聊天，熬到凌晨也不挂电话。那时说不尽的相思无尽蔓延。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已经接不到陈着熬夜打来的电话了，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陈着开始不接我电话了。敷衍的话语、冰冷的态度，以及打不通的电话，原来一切都有迹可循，心上人早已变心，而我却还妄想挽回不存在的爱情。那天我失魂地看着他们，久久未动，直到陈着看到了我，
我永远忘不了他当时的反应。他下意识地把那个女生护在身后，那样贴心的呵护一下刺痛了我。本该被呵护的应该是作为未婚妻的我呀。陈着开口就是袒护，完全往我心窝扎刀子。你有什么冲我来？一切跟小宁无关。他就那样挡在他的身前，没有一丝背叛者的愧疚，只有作为男友的责任感，只不过是别人的男友。那天我大闹了一场，闹得很难看，维持了那么多年的体面都不要了。陈着始终护着怀里的女生，看到我扑向他的时候，竟然毫不留情地将我推倒在地。身上的痛远不止心里的痛。相识4年，我第一次见如此恐怖的陈着，那冰冷的双眸，看一眼就让人寒意凛然。沙哑的声音带着一股狠劲儿：“江南希，我再也不想见到你。”恋爱4年，陈着从未对我说过一句重话，他果然不爱我了。我永远忘不了2个人相拥着离开的画面，那是我第2次被人像垃圾一样抛弃。眼前相依在一起的2人还和当年一样，令我生厌。周然还想着和陈着打招呼，他不明白我的敌意从何而来，还想邀请陈着来参加我们的婚礼。令人意外的是，陈着居然答应了。周然出院后，跟我一起去了孤儿院，和孩子们玩了半天后，忽然一个小女孩喊肚子痛，我和周然立马把人送往医院。我怎么也没想到会在儿童医院看到陈着的女友，而他怀里居然还抱着一个孩子。我知道的，那个孩子绝对不是陈着的。电梯狭窄的空间里，彼此的距离都特别近。那个孩子约莫1岁多，因为发烧躺在他的怀里有气无力的。看到我以后，他比我还要惊讶，立马背过身，想要装作没看到我，可已经迟了。周然也看到了。哎，我以为你跟陈着是男女朋友，没想到娃都有了呀，恭喜呀！女生没有说话，电梯里的空气像是被凝固一样。周然不觉，还亲切地问候：“小孩怎么了？陈着没有跟着一起来吗？”女生摇头。叮的一声，电梯到了，我拽着周然出了电梯，直奔诊室。万幸的是，小女孩没事。走出诊室的时候，我又看到了陈着的女友。她犹豫着向我解释：“那不是我的孩子，我只是……”这拙劣的借口，我实在听不下去，指了指她怀里的孩子：“刚刚他喊你妈妈。”没等我说完，远处就跑来一个男人，一脸的惊慌失措，对着陈着的女友喊：“老婆，老婆，宝宝怎么样？有没有事？”周然目瞪口呆，这是怎么回事？这是你老公？那陈着是？相比于周然，我更加淡定。原来你已经结婚了呀，恭喜！明白情况后的周然一脸义愤填膺：“这位小姐，你在有婚姻的情况下还和陈着进行婚外恋，你这是犯法呀！”我觉得有必要告诉陈着一声。我的胳膊一紧，被人死死拉住。江小姐，陈着，她活不了多久了。楼梯间里，叶宁向我解释了事情经过。大学时，我和陈着很相爱，他还向我求了婚，可没想到他会查出来癌症。为了不拖累我，他要跟我分手。我不肯，我爱他呀，我愿意陪他一起治疗。可我的父母知道后，以自杀为代价逼迫我跟陈着分手。没办法，我这才跟他分了手。我的丈夫知道我们所有的事情，他没有跟陈着计较。陈着没有多少日子了，他只希望在最后的日子和我一起度过。江小姐，当初是我们对不住你，你邀请陈着参加你的婚礼，我知道你是为了泄气，我求你，
你大人有大量，不要让他参加了。”听完叶宁的话，我只觉得好笑。他们一个两个都在告诉我，陈着不爱我了，不要我了。他们演的我都要信了。叶小姐，你们的故事很感人，我深表同情。但是婚礼陈着必须去。叶宁不解地看着我，江小姐，你新欢在侧，不日就要幸福美满，陈着已经是强弩之末，你就非要这样折磨他吗？强忍的眼泪终于落了下来。我折磨他？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们骗我吗？我走进叶宁，在他耳边低语：“故事我信，只不过主人公是我，不是你。”在叶宁震惊的妖神记，我说出了陈着拼命都要守住的秘密。陈着宁愿忍痛分手，也不愿拖累的人是我。婚礼在3月底，陈卓果然来了。不过几天没见，他肉眼可见的瘦得厉害，单薄的身体藏在宽大的衣服里。他穿着浅蓝色的衬衣和白色的板鞋，乍一看颇有些少年气。婚礼原本定在市里的酒店，可养我长大的李妈妈病情突然加重，医生说她的身体经不起一点折腾，所以我们又把婚礼地点定在了孤儿院，我从小长大的地方。婚礼就在后院的草坪上，几十年的老槐树上挂满了红色的灯笼，墙上挂满了红绸，到处都是红色的喜字。长长的花路一直从院子这头延伸到那头，宾客椅上都系着李妈妈亲手做的同心结。我穿着一身红色的旗袍，坐在李妈妈身边。李妈妈动作缓慢地为我梳头，嘴里还念念有词，一梳到尾，二梳白发齐眉，三梳儿孙满地。我的喉头发涩，眼泪早已模糊了视线，只能别过脸强忍痛苦。李妈妈早就不认人了，糊涂的时候居多，可她心里一直惦记着我，希望我能和爱人恩爱白头。可我已经没有这一天了。一切都已准备就绪的时候，新郎跑了。周然的电话很简短：“南希，国外有急事，我必须回去处理，万分抱歉。”挂掉电话的我呆呆望着窗外，我又被抛下了。我看着满院子的宾客和满脸笑容的李妈妈，只觉得浑身凉透了，肩膀一沉，外套上带着些许暖意，熟悉的声音在身后响起，我竟没有发觉身后有人。仪式能推迟吗？我摇头，李妈妈没有多少时间了。身后的人动了动，嘴唇翕动，我先他一步开了口：“陈着，帮我一个忙。”结束以后，我定定地看着他。我们两清。鞭炮声响起的时候，陈着作为新郎牵着我的手走上了红毯。除了眼里漫天遍野的红，音乐声、鞭炮声、欢呼声，声声震耳欲聋。身旁的人在看到婚礼现场的那一刻愣住了，拉着我的手一直到红毯尽头才回神。因为这是我们当年就商量好的婚礼，喜字配灯笼，旗袍配中山。为我们证婚的是李妈妈。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为了不让眼泪落下来，我很快起身，身旁人的动作每一次都比我慢，他拜得格外认真，尤其是夫妻对拜，他久久地弯着腰，直到我提醒他才起身。四目相对的一瞬间，我定定地看着他，合适的中山装穿在他身上，俊朗又挺拔，我就知道他穿中山装最好看。仪式结束时，李妈妈忽然握着陈着的手，泪眼模糊：“陈着，我们楠楠这么喜欢你，下辈子也要和我们楠楠在一起，好不好？”李妈妈说话带着些许稚气，但我们都惊讶于李妈妈还记得陈着的名字，毕竟她已经不认识人了。
李妈妈死死拉着陈着的手，问他要一个承诺。陈着低着头，不敢对视。毕竟他承诺不了，他怕我已经和别人约定了下一个100年。我刚要开口解围，李妈妈忽然开始剧烈咳嗽，这个承诺也不了了之。送完宾客后，陈着斜倚着门框喘气，结个婚真累啊！我当年结婚都没这么累。什么时候结婚的？我的语气出奇的冷静。2年前。我忽然就笑了。陈着，你还要装到什么时候？2年前我回来过。陈着的脸慌张了一瞬，很快淡定下来。这不是在你面前找回场子吗？不过我也快了。我露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那恭喜你了。陈着背对着我挥手。当年的事。我打断了他的话，两清了。陈着停顿了一下，露出了一个很淡的笑容。好。他离开的时候落寞又孤独，最后一抹背影彻底消失在视线里时，我已经哭到站不起来。我不明白他这样好的人为什么会有一个这样的结局。当初看到陈着精心策划的那一幕时，我生不如死地回了国外，每天都过着行尸走肉的生活，忽略了很多细节，比如房东突然给我减了房租，打工的地方莫名给我涨了工资，街头那家中餐厅突然多了我最爱的红烧小排，还有偶尔无缘无故收到的鲜花。后来我才知道，陈着实在担心我，治疗也不做了，飞到国外陪了我半个月，房租、工资、鲜花、红烧小排都是出自他的手笔。我不敢想他做这些的时候，心里得有多难受。我在痛苦中挣扎了1年，直到李妈妈病重的消息传来，我急忙飞回国内，安顿好李妈妈后，很突然的，1年未见的人就那样出现在我面前。我跟着他上了5楼，5楼走廊里，那硕大的癌症内科4个大字把我定在原地。癌症2个大字像一座大山一样压在我的心头。那天晚上，我在他的病房门口守了1整夜，看到他被病痛折磨得无法入睡，还死死抱着我的相片时，我泣不成声。根本不用查，我就已经明白了来龙去脉。我的陈卓德病了不告诉我，怕拖累，我就想方设法地把我赶走。既然他不想让我知道，那我就遂他的愿，按照他定的剧本，提前让他看看大结局，好让他放心。我终止了留学，回临城找了份工作，就住在医院旁边，环报了烹饪课，买通了陈着的护工。看到陈着把我做的饭菜吃得一干二净的时候，我比任何时候都要满足。只要不出差，我每天都要去看他。不管多晚，哪怕是在他病房外站一站，我都心满意足。我知道我的陈着在很努力地配合治疗，化疗那么痛苦，他一声不吭，哪怕疼得站不起来，还要坚持锻炼。他比任何人都想要好起来，可天不遂人愿。癌细胞扩散时，陈着在楼道里崩溃痛哭，看着他绝望捶墙的样子，我真的好想抱抱他呀。我的陈着，他真的很想活下去呀。后来陈着的身体越来越糟糕，他疼得整夜睡不着觉，只能在药物作用下浅眠一会儿。我溜进病房的时候，他刚睡着，睡得很不安稳，额头上浮着冷汗，身体时不时就会因疼痛抽搐一下。他怀里依旧抱着我的照片，是求婚那天的合照。我用了点力才从他怀里拿出来，给他掖好被子后，我突然发现照片后面有字，短短5个字让我泪如雨下：男男要幸福。那天以后，我提前了计划，找了周然充当未婚夫，四处传播要结婚的消息。
他知道我要结婚的消息时，不吃不喝，捧着我的照片，坐在病房里整整1天，最后抚摸着照片，颤抖开口：“我的楠楠终于找到幸福了。”为了不让他发现破绽，我努力装出一副对他厌恶至极的样子，看着他愧疚无措的眼神，天知道我的心有多痛。周然说陈着不会来参加婚礼，可我笃定他会来，因为他很爱我。总要亲眼看我幸福才放心。婚礼本就是为我和他而办的，一场婚礼我谋划了3年。逃跑的新郎，中式的婚礼，恰好合身的礼服，如果他再细心点，就能看到每个喜字上都有我们名字的缩写。我没想到在最后他还想骗我，他努力把自己打造成一个背信弃义的坏男人，让我寒心绝望。我差一点就要揭穿他的真实面目了，可看到他忍得那样辛苦，又实在不忍心。我的陈着呀，你可以自私一点的，因为我全都心甘情愿。那天礼成的时候，我从他眼里看到了偷偷借用别人幸福得偿所愿后的释然。我也是和最爱的人举行了婚礼，我的人生没有一点遗憾了。婚礼过后，李妈妈去世了，她是在我怀里走的。她生前最后一句话是让我和陈着好好过日子，我点头答应了她。葬礼的时候，陈着来了，他一身黑衣站在远处，没进来，怕我看到了多想。我为李妈妈守灵了3天，陈着在外面守了我3天。下葬的时候，陈着还是跟来了，他跟我说节哀。没想到那竟是他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4月初的时候，陈着病情恶化，我送去的食物，他只能喝得下汤。每一次化疗，他都极为痛苦，躺在病床上久久恢复不过来。最后一次化疗后，他一个人出了医院。我跟在他身后，没想到他去的地方竟然是殡葬公司。他去给自己挑墓地，那是紧挨着孤儿院的一座山上。我曾经说过，孤儿院就是我的家，我死后一定会挨着孤儿院。他选了朝阳的地方，一眼就可以看见孤儿院。墓碑上的照片他也选好了，照片上的他笑容满面，意气风发。没人知道这张照片的另一半是我。陈着对于葬礼只有一个要求，简单，并且不告知亲友，不需要人送葬。他之所以这么做，是不想让我知道他的死讯。我不知道一个人需要多大的勇气才可以去给自己挑选墓地，更不知道如何才能坦然接受自己的死亡。那天以后，陈着开始陷入持久性的昏迷，清醒的时间很少。他下不了床，吃不了饭，每天靠葡萄糖维持养分，整个人骨瘦如柴。我接替了护工的工作，趁他睡着的时候给他翻身、擦洗，在他不知道的情况下，每时每刻地陪着他。第一次给他换衣服的时候，他脖子上的银链引起了我的注意，提起来一看，银链串着的是一枚戒指，和我手上的戒指是一对，那是我们的婚戒。我以为他会藏起来，没想到他贴身戴了这么多年。那天以后，我住进了病房，我侧躺在病床上看他，这个角度像极了新婚妻子贪恋丈夫，听到他梦中的呓语。我俯身过去，他好像在喊楠楠。我轻轻在他额头亲了一下。晚安，老公。十指紧握，相拥而眠，梦境成真了。白天的时候，我会给他按摩和聊天，把他当年的无赖事迹一遍遍地讲给他听。原本不想和你有瓜葛的，可架不住你的脸皮太厚，被你给赖上了。你不是说要赖一辈子吗？怎么老是说话不算话？
也是知道他听不到，所以才敢肆无忌惮。这样的日子没持续几天，陈着就进行了一次急救。急救成功后，医生跟我说就是这个月了。听到这个消息后，我没有太大的悲伤，因为我知道他太苦了，这样反而是解脱。可我还是舍不得他。4月中旬的一天，陈着忽然精神大好，身体也有了力气，还让护工推他出去看看，说躺了几天，躺得骨头都软了。做了一个梦，梦里有人时时刻刻地陪在他身边，很真实。我在外面偷听着笑道：“傻瓜，那不是梦。”4月天还凉，我塞给护工一个小毯子，嘱咐他不要让陈着在外面太久，早点回来。可谁知陈着这一出去就再也没回来。他就坐在医院门口的那棵玉兰树下，原本盛放的玉兰已经不剩几朵，他硬是盯着看了好久。护工忍不住抬头看了好几次，不知道他在看什么。看着他带笑的眼神，我知道他在想什么。他在想当初玉兰树下的求婚，年少时许下的承诺，终于在那场婚礼上得到了圆满。忽然，他颤抖的手摸向脖颈处的项链，取下了戒指。那枚银戒被他牢牢地戴到了左手无名指上。他缱绻地看着那枚戒指，缓缓闭上了眼睛。护工说陈着的最后一句话是：“我忽然就想到了婚礼上李妈妈问他要的那个承诺，陈着，我们楠楠这么喜欢你，下辈子也要和我们楠楠在一起，好不好？”一阵风吹来，玉兰花落了。我是陈着，我的恋爱经历特别奇怪，因为我用篮球不小心砸出了个女朋友。第一次见江南希，他就被我的篮球砸晕，如黛玉般席地而卧。那一刻我只觉得完了，飞快把人送到医院，幸好他没事。确认没有问题的时候，我松了一口气，这才打量病床上的人。很奇怪，篮球砸得他的脑袋，可是我看着他好像要晕了。我没想到的是，他醒来后就要回学校，完全没有要我赔钱的打算。这跟电视剧里演的可不一样啊！按道理说，他应该狠狠敲我一笔啊！我美其名曰负责，然后要了他的信息和手机号。后来再见江南希，他就在无休止的打工，他没有一点儿要藏起自己孤儿院出身的想法，大大方方地申请助学金，努力拿奖学金，攒钱出国留学。江南希人长得漂亮，好多男生蠢蠢欲动，明里暗里送花送温暖。于是我主动出击，开始以负责任的借口黏在他身边，使劲对他好。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被我追上了。其他男生都离我的楠楠远一点。和江南希在一起后，我主动找学姐询问留学的条件和要求，并且帮他介绍兼职。他做兼职，我就陪他一起。没办法，谁让自己女朋友太美，我可不放心。我的楠楠很努力，也很争气。大4毕业前拿到了国外心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可他好像有些闷闷不乐。我知道原因，我的楠楠舍不得我。为了让我的楠楠放心留学，于是我求婚了。在他生日那天，在他最爱的玉兰树下。虽然知道他一定会答应我的求婚，可我还是很紧张。幸好我的楠楠愿意嫁给我。我们约定好，他努力上学，我努力工作，毕业就结婚。婚纱照要去海边拍，婚礼要中式的，到处都是大喜字。他穿旗袍，我穿中山装。理想很美好，可现实很残酷。楠楠出国第1个月，我毫无征兆地晕倒。听到医生嘴里“癌症”2个字的时候，我第一反应不是害怕，而是后悔。后悔向楠楠求了婚。
我的楠楠还那么年轻，我不能拖累他，所以我卑鄙地设计了一出戏，故意冷着他，不接他电话，冷漠敷衍地对待他，最后残忍地用一条短信结束了4年的感情。按照我对他的了解，我知道他肯定要回来问清楚，所以找学妹叶宁帮忙演了一出戏。他信了，我从未见过他哭得那样伤心。他哭着质问我沉着：你是不是忘了，你向我求过婚，你说要对我负责一辈子的？我的心在滴血，楠楠，我比谁都想娶你，可是我活不了多久了。楠楠回国外后，我不放心，不顾医生的嘱托，跑到了国外。他的学校和房子都是我千挑万选的，我很容易就找到了。我想尽了让他开心的方法，可我的楠楠还是愁眉不展。我知道他被我伤透了心。我很清楚我的病没救，只是苟延残喘些时日罢了，但我还是积极配合治疗，因为我不放心他，总得看我的楠楠找到幸福后，我才能放心离开。幸好我还是等到了那一天，我的楠楠要结婚了，我应该为她开心，可有点高兴不起来。她未婚夫我见了，对她有求必应，极尽包容，很好。我的楠楠就应该找个这样的男人去爱她。周然人很好，把我当楠楠同学，还邀请我去参加楠楠的婚礼。作为背信弃义的前男友，我本不应该去婚礼上给新娘添堵的，可又实在想看她幸福，所以我还是去了，特意选了宽松的衬衫遮盖消瘦的身体，还买了一顶很贵的假发。我以得体的形象如愿见到了楠楠，她穿着红色的旗袍，美得不像话。一切都在正常的进行，可婚礼出了大意外。周然因为急事回了国，我的楠楠在大婚当天被抛下了。看着他伤心的样子，我忍不住关心他，给他披上了外套。本以为他会不领情，没想到他居然让我假扮新郎。我知道此刻我应该拒绝的，可这个诱惑力太大了。毕竟娶楠楠是我在梦里才敢肖想的事，我拒绝不了。没想到新郎的衣服居然是中山装，而且周然的衣服我穿上出奇的合适。当我拉着楠楠的手踏入婚礼的那一刻，我有些恍惚。大红的灯笼，数不清的喜字，这简直就是我们说好的婚礼。一直到拜天地的时候，我才稍稍回神。拜天地的时候，我拜得格外认真。我卑鄙把偷来的婚礼当成了自己和楠楠的婚礼，我是真想娶楠楠啊。李妈妈拉着我的手向我要承诺时，我很想点头，可我不敢，我怕我的楠楠已经和周然约定了下个100年。听到李成2个字的时候，眼泪不争气地落下了。没想到还能和我的楠楠拜天地，这辈子是没有遗憾了。婚礼后，我的健康状况急转直下，我知道我没有时间了，但看到楠楠幸福美满，我已经可以放心走了。不知道睡了多久，只觉得在梦里有个人贴心照顾了我好久，他好像我的楠楠，所以我舍不得醒来。我这辈子做的最对的一件事就是向楠楠求婚，不过那也是我最后悔的事情，差点耽误了他的一生。幸好我瞒得够好，我到死他也不知道。离开那天，我有预感，想再看看玉兰。看着那紫色的玉兰，我就想起了当初的求婚。如果我没生病的话，我们现在应该很幸福吧。楠楠爱玉兰，所以我们的婚戒上刻的也是玉兰。我从脖子上取下戴了3年的戒指，学着楠楠当初的样子，戴到了丈夫戴的无名指上。所以直到生命最后一刻，我才敢说出自己的想法。楠楠，下辈子我们还要在一起。
我是周然，一名36线的小演员。当江南希找到我要我扮演未婚夫的时候，我一口答应，毕竟他给的钱不少。我按照他的要求，在他老同学陈着面前，对他有求必应，极尽宠爱。他对我的表演很满意。我怎么也没想到，那个老同学就是他的前男友，而且还是抛弃了他的前男友。当他让我去邀请陈着参加我们的婚礼时，我好像明白了什么，他这就是想在前男友面前争一口气啊。没问题，这个戏路我擅长，只不过得加钱。可谁知结婚这场戏压根没有我的镜头，而且江南希计划这么久的婚礼，居然是给她和前男友办的。我不理解，并且大为震惊。我甚至劝江南希：“你图什么呀？他都不要你了，你还费这么大劲儿要嫁给他？”江南希很认真地对我说：“他从来没有不要我，他生病了，怕拖累我才跟我分手。”那一刻，我震惊的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原本世界上真的会有人为对方做到如此地步，只希望对方好。本该拿钱走人的我，却留了下来，为他们的婚礼鼓掌。他们真的很不容易，我多希望可以有奇迹出现。可世界上并没有奇迹。婚礼后半个月，我得到消息，陈着去世了。意料之中的，江南希也跟着他去了。在我结婚第3年的春天，发生了一件让我崩溃的事。我带着发烧的儿子去医院时，抽血化验的检验单上写着，我儿子是 B 型血，我是 O 型血，我丈夫顾岩是个型血，我的儿子轩轩怎么可能是 B 型血？我回家跟丈夫刚提了一句，他一巴掌就抽了过来。这一巴掌把我打懵了。他还在问我，儿子为什么是 B 型血？你还有脸问我？顾岩指着我，2只眼珠子胀得通红。你真当我不知道你和张健的那点事吗？你怀孕的前1个月，连着1星期都出差，你真当我不知道张健也在吗？我的脸色刷的就白了。张健是我大学时就相爱的前男友，毕业后又进入了同一家公司，后来因为理念不合而分手。你什么意思？我捂着脸，一股火气直冲头顶。你的意思是说我出轨？有没有出轨你心里有数。顾岩大口地喘着粗气。那次出差的第1晚，张健是不是在你房间里待到凌晨3点？你自己说。他冷笑，你的微信一直挂在家里的电脑上，我看到你们的对话了。可那次是因为要核对审计材料，第2天一早就要用的，我解释道。可是顾岩根本不听我的解释。那天后，顾岩就开始跟我冷战，甚至不再回家。半个月后，我决定找他谈谈。可还没等我找他，他突然回来了，抱着我哀求：“云云，过去的事我们都不再提了好吗？轩轩就是我们的孩子，以后我们好好过日子。”不是，不要说。他坚决不给我开口的机会，一脸哀求：“云云，我爱你，我们不离婚。”那日后，家里像是又恢复了平静，只有我知道这件事还没结束。顾岩这反应，如果换在其他地方，我会感动，但我非常清楚地知道，我没有出轨。我也非常确定我和顾岩的血型都没弄错，所以儿子的血型绝对不可能是 B 型。我怀疑这孩子是被抱错了。但是只要我提到这件事，顾岩的反应就非常激烈。而且这几天顾岩为了开公司的事正焦头烂额。他跟我说：“云云，我不能让单位知道我自己在开公司，所以只能你来做公司法人了。丈夫创业，
我做妻子的当然要支持，我一口答应。当晚，顾言睡着后，我突然想起前阵子我顺手把耳机放在顾言包里了，于是就去找，结果被我翻出另一部手机来。我鬼使神差地打开那部手机，发现了一条信息：亲爱的，他同意做法人了吗？这是顾言用过的旧手机，所以这条信息不可能是发给别人的。女人的第六感让我瞬间手脚发凉。天亮后，我跟顾言说公司有急事，去注册法人的事只能明天去。顾言想说什么又没说，亲了我一下就去上班了。我站在窗口等他的车子开远后，立刻出门打车去了闺蜜家，将一个小包交给她帮我保管，里面收着我的身份证、户口簿、房产证等所有重要材料。闺蜜很诧异，我苦笑着摇头，以后再跟你说，记住，这件事一定不能让顾言知道。第二天一早，顾言收拾整齐等我出门。我翻箱倒柜一阵后问他，身份证和户口簿你放哪儿了？顾言一愣，随即也开始找，他自然是找不到的，只能不停地给几位老人打电话询问。找不到证件就无法去注册，他抱怨了几句，甩手出门后，我掏出手机给表哥打了个电话。表哥是做私家侦探的，得知我要查顾言，他一点都不意外。我早就说过他心机太深，不是良人，你非不听。顾言是我大学同学，小城市的家庭，经济一般，但他长得帅，对我又体贴。特别是我爸病重时，他不怕脏，不嫌累的在医院照顾我爸，直到我爸离开。我爸后事办完后，我妈说这孩子能托付，但表哥强烈反对，他咬定顾言的动机不单纯，肯定是看上了我家的钱。对，我家是上海的中产家庭，家境殷实，但当时我没在意。第三天，表哥给我发了一封邮件，我点开一看，浑身冰凉。表哥告诉我，顾言每一个出差的日子，其实都没离开上海，而是留在另一个女人的家里，并且他们已经有了个儿子。看到那女人的照片，我发现她竟然是梁薇，顾言的前女友。表哥还查到，顾言压根儿没跟他对我提过的那几个单位接触过，所以他开公司应该也是假的。我问表哥为什么没拍他俩的孩子，表哥说那个孩子被送回梁薇的农村老家了，根本不在上海。我实在没想到顾言竟然一直在骗我。眼泪流干之后，我开始冷静，既然他开公司是假的，却让我去做法人，这里面绝对有问题。于是我表面平静，却悄悄在顾言的车里放了监听器。果然，很快就被我听到他跟别人的通话。原来他之所以要让我去做法人，不过是要拿那空壳子公司制造债务，如此这些债务就会由我这个法人承担了。等到那时，他会哄我假离婚，并以保全财产为由，让我将我名下所有财产全放到他的名下。他很得意地说，就算他不肯，大不了咱们将那债务做大一点，他还是要乖乖地将他名下的财产全部变卖。我如雷轰顶，手脚冰凉。顾言，他不但要骗走我所有财产，还要让我债务缠身。平日里温柔体贴的他，怎会对我如此心狠？可后面的内容更让我震惊。原来他这么着急的动手，是因为我发现了轩轩是 B 型血。他竟然是早就知道轩轩是 B 型血的。当天晚上，我假装削水果，
不小心将水果刀划破了他的手，再将给他擦血的纸巾悄悄藏了起来。第二天，我就抱着孩子去了亲子鉴定中心。我不明白孩子的血型到底藏着怎样的秘密，居然会让顾妍加快对我下手。鉴定结果很快出来，顾轩轩，男，1岁半，和顾妍亲子关系成立，和陈云亲子关系不成立。这像是一个炸雷，把我炸懵了。我肚子里生出来的孩子，居然跟我亲子关系不成立，这怎么可能？带孩子来做鉴定的时候，我最坏的想法就是孩子是抱错了。还有个猜测就是顾妍不是 O 型血，他是为了要把出轨的帽子扣在我头上，好在离婚时获取主动权。可我无论如何没想到，居然会是这样的结果。我想到了那个笑话，小女孩对小男孩说：“以后我的孩子肯定是我的孩子，但你的孩子就未必是你的孩子了。”如果能见到这个小女孩，我会跟她说：“你错了，你生下的孩子还真有可能不是你的孩子。”我不死心，将亲子鉴定又做了2次，可结果还是没错。医生问我：“这孩子是试管生的吗？”他告诉我，如果是试管，倒是有可能会在人工受精的过程中出错，将女方的卵子错拿成别人的。我摇头，不是试管，是自然怀上的。医生直呼不可能，自然受孕10月怀胎的孩子，不可能跟母亲没关系。我把孩子送到我妈那里，再打电话跟顾妍说公司有很急的事，安排我出差1个月。然后我就去了表哥安排好的房子里住下了。这房子正对着梁威家，表哥刚好认识这个小区的物业，早在之前就借口检查燃气管道，进了梁威家，并悄悄在他家安装了监听器。顾妍知道我要出差1个月，当天晚上就去了梁威家。我耳机里听着他俩说说笑笑，又通过望远镜看着他俩亲昵的举止，内心居然十分平静。就听梁威问顾妍：“他出差1个月，咱们的计划岂不是还要拖？”顾妍道：“耐心点吧，急也没用。他证件不是找不到了吗？他怎么出差？”梁威突然问了个很关键的问题。顾妍沉默了。几分钟后，我的手机响了，是顾妍。我按下接听键，语气如常：“老公。”顾妍语气一如既往的温柔，问候了几句后，果然就问我：“你证件找到了吗？”“没有，得亏我手机里有身份证的照片，再加上驾驶证，这才能出差。”我答：“你这2天再找找，别耽误了你的事儿。”顾妍敷衍了2句后挂了电话。接下来的几天，我紧盯着梁威，就发现梁威明明很普通的收入，却出手阔绰。表哥也通过物业查到，这套房子是梁威买的。农村背景、收入一般的梁威，哪来的钱买房子？我看着那购房时间，距离我和顾妍结婚1周年只有几天。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来，我和顾妍结婚后，顾妍说要做投资，我妈为了我，对顾妍大力支持，卖掉了1套房子。顾妍开始确实成功了，赚了不少钱。就在我和我妈都很欣慰时，她因为判断失误，几百万血本无归。她跪在我妈面前痛哭流涕，我妈为了我，反而安慰她说只当买了个教训，家和万事兴。那时候正是这购房日期的前半个月，我开始正式调查顾妍，从她和梁威恋爱时开始。很快，一份报告就送到了我的手里。报告上的内容让我既吃惊又愤怒。
原来顾妍和梁威大学时就恋爱了。上大学时，二人没有家长的束缚，在花花世界里肆意享受人生。可享受人生的前提是得有钱，他俩都不是富二代，生活费肯定是不够的，就借上了网贷。到大学快毕业时，二人已经欠了几十万。再然后，顾妍就开始追求我，而他追求我的时候，还在和梁威同居。在他和我结婚后，梁威就搬到了离我家不远的小区。据左邻右舍反映，这期间二人一直以夫妻相称，只是顾妍经常不在家，说是出差了。而他和梁威欠下的那笔巨额债务还清的时间，就在梁威买房的前1个星期。但最让我吃惊的是，梁威不但怀孕和生产的时间和我同步，就连生产的医院也是同一家。拿着报告，我颤抖地说不出话。我万万没想到，我和顾妍的这场世人眼里无可挑剔的模范婚姻，从一开始就只是一盘棋。和顾妍从相恋到结婚，顾妍对我和我的父母一直细致又体贴，耐心又包容。我妈不止一次地庆幸我嫁了个如此好的男人。没想到，从头到尾，她都只是在演戏。表哥拿起一根棒球杆就要去找顾妍，被我拦住。表哥气得眼睛都红了，瞪着我：“怎么？都这样了，你还要护着他？”我微微颤抖，却咬牙冷笑：“我不是要护着他，而是这样太便宜他了。顾妍和梁威对我如此算计，如果只是打他们一顿，不但太便宜他俩，还会打草惊蛇。首先，我必须先弄明白轩轩的血型是怎么回事。我的房东是个很热心的老太太，见我总闷在家里不出门，就来看我。我自然热情招待，闲聊时我装作无意的样子，指着对面梁威家的阳台：“阿姨，您看那家阳台的花多漂亮啊！”老太太却哼了一声：“养孩子没耐心，倒有耐心养花。”什么意思？哎呀，你不知道啊，你听我说。老太太就告诉我，对面家的女主人脾气暴虐，对孩子非打即骂，孩子还在吃奶的时候身上就总有伤，到歪歪扭扭会走路时，老太太亲眼瞧见那女的一脚把孩子踢进了花坛，就因为孩子拉臭臭弄脏了裤子。哎，你是不知道啊，那孩子真可怜。老太太啧啧摇头。孩子姥姥说，那女的是产后抑郁症，平时不这样。我心里咚的一跳，脱口急问：“她对孩子不好？”老太太却不意外地拍拍我的手：“你也不忍心是吧？哎，都说虎毒不食子。”我一颗心却直跳到了嗓子眼儿。等房东走后，我抓起电话就拨给表哥，告诉他我要去梁威的家乡，我要去看一眼他的孩子。表哥也惊了，他立刻明白了我的意思。难不成你怀疑？对，我重重点头，带着哭腔道：“我怀疑那是我的孩子。”这个念头在我听房东说梁威对孩子不好时的一瞬间就窜了出来，并牢牢地占满了我的脑子。虽然这天下确实不乏不称职的父母，但梁威若不爱孩子，他根本没必要生下他。他冒着天下大不韪未婚生子，却又对孩子虐待毒打，这实在不合理。可如果那孩子是我的孩子，那所有的疑点就全都能说得通了。为什么我10月怀胎生下的孩子和顾妍是亲子关系，和我却没关系？为什么顾妍会因为我知道了轩轩的血型，就加快了对我设套？为什么梁威会虐待毒打他的孩子？那都是因为我的孩子和梁威的孩子
被调换了。20分钟后，表哥的车停在了地下车库，接了我直奔梁威的家乡。梁威的家乡离上海3个多小时的车程。当我站在那个黑瘦的孩子面前时，我的眼泪唰的一下流了下来。我确定他就是我的孩子，他的五官跟我太像了，特别是他耳朵下面有一块桃形的胎记，在我爸爸的耳朵下面也有一块同样的胎记。他睁着乌溜溜的大眼睛，懵懂又畏怯地看着我。我颤抖着手要去抱他，被表哥一把将我拽走。表哥警告我：云云，你不能打草惊蛇。我泪流满面，疯狂挣扎。他是我的孩子，他才是轩轩。你看他那胎记，你看呐。表哥捂住我的嘴，将我拖到车上，警告我：现在他是梁威的孩子，如果我将他带走，就会惊动梁威的家人。那时梁威和顾言必定会狗急跳墙，指不定会做出什么事来。我终于冷静了。是的，越是这种时候，我越是不能乱了方寸；越是这种时候，我越是不能出一点错。隔着车窗，我默默地流着眼泪，看着一个黑胖农妇出来将他抱进屋。宝宝，不要怕，妈妈很快就来接你回家。回到上海的第2天，表哥的合作伙伴告诉我，他将梁威和轩轩带毛囊的头发送去亲子鉴定中心，结果已经出来了。轩轩和梁威的亲子关系成立。饶是我对这个结果并不意外，但当这份报告放在我面前时，我还是气到发抖。他们换了我的孩子，虐待我的孩子，而我却愚蠢地将他们的孩子当成心肝宝贝啊！被算计的愤怒和被愚弄的羞辱，让我如万箭穿心。顾言、梁威，你们真是好心计，好手段，你们太狠毒了。我跟表哥说，先不要报警，我手上的证据还不够充分，为了我的孩子，我必须一击必中，绝对不能给他们留还手的余地。我输不起，我的孩子更输不起。孩子，我会接回来，被你们骗走的钱，我也会连本带利的讨回来。表哥只提醒我，你爸妈挣下的家产如今都在你的名下，顾言已经在下套要坑尽你所有财产。现在你借口证件丢失不能注册法人，但证件丢了是可以补办的，所以你拖不了多久。万一他起疑，只怕……我点头，用力擦干眼泪。放心，不会太久。顾言给我打电话，温柔地说他想我了。我咬着牙，竭力让语气平静如常，跟他寒暄几句后，我问他：证件你找到了吗？顾言自然不可能找得到，他说没有。我埋怨：这些东西不都是你收的吗？叫你乱放。顾言无言以对，只得干笑敷衍。挂完电话后，监听耳机里立刻传来了摔砸东西声和顾言的咆哮声。梁威在边上冷笑：我真不知道你为什么非得用这个法子，明明还有其他更直接的方法。他质问顾言是不是对我动感情了。顾言否认：你就是对他有感情了，你舍不得他。梁威不依不饶地破口大骂，言辞间对我极尽侮辱，我俨然成了插足他们家庭的无耻小三。顾言大吼：还要怎么直接？难不成像对他父亲那样弄死他？我的身子一晃，脑子里嗡嗡作响。刚刚顾言说了什么？梁威冷笑：弄死他？我怕你舍不得。梁威，我看你是无理取闹。我怎么无理取闹了？当初把枕头捂在陈云父亲脸上时，你可是一丝儿也没犹豫。现在你随便制造个车祸什么的，
那贱人娘儿俩就都死了，他名下的财产就全是你和咱儿子的，可是你就是舍不得。”说到这里，梁威阴恻恻地道：“顾言，你是不是想撇开我，去跟那贱人过？你要敢背叛我，我就把你杀死陈云他父亲的事儿告诉警察。”后面还说了什么，我已经听不见了。我坐在地上，浑身冰凉。我反复地将刚刚梁威的那段话重放。他说：“顾言将枕头捂在我父亲的脸上。当年我父亲的手术明明很成功，可我只是送疲倦的母亲回家休息的那么一小会儿，就接到医院电话，说父亲突然呼吸衰竭，来不及抢救就走了。”原来如此，竟然如此！顾言和梁威是他们杀了我的父亲，亏我还在为他当时鞍前马后的忙碌而感动，亏我母亲还因此将他当成了亲儿子，毫不犹豫就卖房给他创业，哪怕血本无归，也没有半点怨言。我为什么这么蠢？我颤抖着手给表哥打电话，话未出口，已嚎啕大哭。表哥听了那段录音，赶来时连眼珠子都是红的。“阿云，你要报警吗？”我突然就不哭了。不，现在还不能报警。我爸已经火化好几年了，病房里也没有监控，就凭这段录音，只怕定不了他们的罪，还会惊动他们。我请求表哥先将我妈和轩轩送走，那两人连做人的基本底线都没有，我不能让他们伤害我妈。表哥问我接下来打算怎么做，我磨着后槽牙，一字一句，引蛇出洞。我给顾言打电话，说我出差提前结束，回来了。顾言很快拎着一堆菜蔬和水果回来，进门就要亲吻我，笑眯眯地说：“老婆大人出差辛苦了，他今天要好好犒劳我。”我冷着脸推开他，指着电脑上的几张照片，问他怎么回事。照片上，他和梁威神情亲密。顾言脸色就变了，问我照片哪儿来的。我说是有人发到我的邮箱里的，并打开了邮箱给他看，邮件接收时间是我通知他我已回来的半个小时后。这个时间点正是顾言离开梁威家回来的路上。伴随着那几张照片的，还有对我的竭尽讥讽，而言辞之间完完全全都是梁威的语气。顾言痛哭流涕地向我忏悔，说他偶遇了梁威，一时情不自禁，才犯了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误。他跪下求我原谅，并保证绝不再跟梁威联系。我砸了家里所有跟顾言有关的东西，并将他推出房门，告诉他我要离婚。顾言在门外一直哀求和道歉，我都态度坚决，不为所动。顾言无奈离开。几分钟后，我通过监听器听到他打电话给梁威咆哮：“你为什么要给他发我们的合影？”梁威自然否认，可是顾言不信他，因为在之前的争吵中，我假意崩溃地冲进房间，留下了打开着邮件的笔记本。通过监控，顾言果然查看过那封邮件，以他的技术，他很容易就能发现那封邮件的发送地址是梁威家的 IP。其实那不过是表哥的朋友破解了梁威家的无线网发送的罢了。但那个发送时间加上梁威之前对他的质疑，再结合这个 IP 地址，这分明就是个吃醋吃昏了头脑的蠢女人干得出的事。梁威百口莫辩。我给顾言发送了邮件，告诉他家中财产都是我婚前财产，婚后财产则所剩无几，所以离婚时他是净身出户。同时，我也将他出轨之事在他的单位和亲友之间宣扬，让自己处于舆论上风。
顾言急了，但他又找不到我的错，就只能把气都撒在梁威身上。梁威自然不依，二人大打出手。他俩闹腾的时候，我也没闲着，想尽办法搜集父亲死亡的线索。3日后，表哥告诉我，他已经找到了顾言当初拿着我家的卖房款还网贷和给梁威买房的证据。我看着眼前的一摞摞文件，知道已经到了该收网的时候了。我拿出电话拨给顾言，语气冰冷：“你老实告诉我，我爸爸到底是怎么死的？”电话那边是死一般的沉寂。还有，轩轩到底是谁的孩子？我又抛出了第2个炸弹。小云，你通过望远镜，我清楚地看到顾言惊地扔了手机。他全知道了。顾言恶狠狠地给了梁威一个耳光：“你这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蠢货！”顾言不接我的电话，也不肯见我。我只是一纸诉状，将他和梁威告上法院，除了要求离婚，还要求他和梁威返还买房款和还网贷的钱。梁威终于忍不住了，打来电话对我破口大骂，口口声声说我插足他和顾言的婚姻，骂我是第三者。我冷笑着听他说完后，立刻将这段话的录音送去法院，诉状上加了一条：告顾言和梁威重婚。从法院出来，我给顾言和梁威发送了一条信息：我已经掌握了你们杀害我父亲的证据。他们都没有回复，但是通过监听器，我知道他们已经慌了。顾言和梁威互相指责，然后大打出手。最后，顾言指着梁威大吼：“你这个疯子！要不是你，我怎会落到这个地步？”梁威也歇斯底里：“你怪我！当初在医院里，我们都没发现那老头子已经醒了，被他听到我们的谈话，他骂你滚，是你自己拿起枕头捂死他的。你现在来怪我，要不是你一天到晚跟人攀比买这买那，我怎会欠那么多钱？”顾言大骂：“不把那老头捂死，我就套不住陈云，就不能用他家的钱还债，我和你就都会被人砍死。”还没等法庭开庭，我却遭遇了车祸。我不喜欢开车，每天都是坐地铁上下班。当我出了地铁站往回走时，忽然一辆车直对着我冲了过来。我吓懵了，直愣愣地看着那车向我冲过来，忘了反应。眼见着那辆车即将将我卷入车底，车却嘎吱一个急刹，停住了。但我依旧被强大的惯性冲出了马路，摔进了绿化带。车内，司机看着我，眼神复杂。下一秒，几个男子冲上去，瞬间控制了司机，那是保护我的便衣警察。司机很配合地跟他们走了。我被送进医院检查，万幸只是一些擦伤。我留在医院继续观察的时候，接到警方电话，他们告诉我，司机已经招供，他是个时日无多的癌症患者，顾言给他20万，要他开车撞死我。但司机天良未泯，在千钧一发之际踩了刹车。我放下电话，捂着脸，泪水从指缝中滑出。其实，在我向法院起诉时，我就已经将我收集到的证据全都交给了警方。但因为我父亲早已下葬，除了监听录音，我并无其他顾言的杀人证据，所以警方是不能抓人的。可是我等不及警方慢慢地找证据，于是我就故意不停地刺激顾言和梁威。以我对他们的了解，他们眼见事情败露，肯定会对我下手。只要他们再次行凶，警方就可以直接抓人。表哥是不赞成我这想法的，因为太危险，但我坚持。
于是警方就只好派便衣跟在我的四周保护我。顾岩和梁威果然没让我失望，不到1周，他们就买凶杀人。接下来的事情就简单多了。顾岩和梁威被抓后，在强大又专业的刑侦人员手里，都没撑过1个回合，就全招供了。顾岩从追求我开始就是一个局。他通过同学知道我家庭富裕，就费尽心机，故意接近并追求我。原本他只想从我这儿骗到钱，偿还掉那笔债务后，就跟我分开。为了获取我和我爸妈的好感，我爸爸生病手术时，他鞍前马后的照顾。可他没想到，就在我爸爸手术结束，我送我妈回家休息的时候，梁威去医院找他。因为我爸还在昏迷中，所以2人肆无忌惮地讨论下一步要怎么做。可我爸居然就在那个时候醒了，把他们的对话听了个一清二楚。我爸怒不可遏，让他们滚。顾岩为了不让我这只到嘴的鸭子飞走，竟然拿枕头捂死了我爸。可怜我爸刚刚进行完手术，浑身插满了管子，毫无还手之力，加上又是单独病房，所以死得无声无息。在这个过程中，梁威一直在边上帮助顾岩。我爸的死将顾岩和梁威牢牢地捆在了一根绳子上。顾岩以创业为借口骗到我家的卖房款后，并不满足，他们决定利用我和我母亲对他的信任，要将我家的财产全部骗光。换孩子则是梁威的主意。和我同步怀孕后，梁威不愿意他的孩子出生后就只能是个私生子，我的孩子却可以光明正大地叫顾岩爸爸，并且把他的孩子换到我这边后，他的孩子就会是我家的合法继承人。万一后面被我发现了他们的局，我家的财产最终还是全归他的孩子。真是一手好算计。顾岩和梁威罪证确凿，只等判决了。而我之前的起诉也得到了法院的支持，我和顾岩离婚，并收回了梁威名下的那套房子以及其他被他们图谋走的财产。随后，警方还有法院的人陪我去梁威的家乡，接回了我的亲生儿子圆圆。梁威的母亲撒泼打滚，骂我害了他的女儿和女婿，还要求我付他抚养我儿子3年的费用。我紧紧地抱着儿子，孩子身上新旧不一的伤痕让我无比心痛。梁威母亲又撕又咬地阻止我带走孩子，被警方以妨碍公务和虐待儿童刑拘。抱回儿子的当天，我去派出所给他起了个新名字，陈正，一身正气的正。我妈被接了回来，她已经知道了事情的原委，看着小正，我妈哭成了泪人。妈妈，璇璇飞奔着扑进我的怀里，我下意识地抱住她，可此时我的心情十分复杂。萱萱是我耗尽心血精心呵护了3年的孩子啊，他早就深深地扎根在了我的心上。就算我现在知道了他是仇人的孩子，我也无法迁怒他。可我到底是个普通人，我不迁怒这个孩子，不代表我还能如往常般心无芥蒂地面对这个孩子。2个月后，法院对顾岩和梁威进行了判决。顾岩故意杀人和买凶杀人，再加上换子、重婚等其他的罪名，判死刑，立即执行。梁威协助顾岩杀人和参与买凶杀人，再加上换子、虐待孩子、重婚等其他的罪名，判死缓。顾岩临行刑前要求见我和孩子们，我思考了一下后，化了个很精致的妆，独自去了。会见室里，我打开平板电脑中的视频给顾岩看。
视频中，小郑在我的精心照顾下，身上的伤已全好了，人也变得白净圆润了许多。他正乖巧地靠在我母亲怀里，笑眯眯地看着轩轩跟小狗玩。我告诉顾言，我是不会带孩子来这里看他的，我不会让孩子们知道他们的父亲是个杀人犯。顾言面如死灰，他看着我冷笑：“你老公要死刑了，你好像很高兴，打扮得跟妖精似的，你就这么迫不及待地要勾引男人吗？”我气笑了：“顾先生，你好像忘了，我们已经离婚了，而你是我的杀父仇人。我不管，你给我好好带大2个孩子，不许找野男人。”顾言鼓着眼珠子瞪着我，此时的他身着囚服，胡子拉碴，哪里还有半点往日的斯文？2个孩子，我看着顾言冷笑：“怎么，你觉得我会替杀了我父亲的凶手养孩子吗？”我最后看了一眼这个男人，优雅地起身离开，身后是顾言的咆哮声。最终，我将轩轩交给了顾言的父母。到此时，我才知道，原来顾言的父母竟然一直都知道梁威和小郑的存在。甚至我和梁威在医院生产时，他们都是做2份饭菜，一份送给我，一份去给梁威。他们只是没想到顾言和梁威把2个孩子换了。我最后抱了抱轩轩，告诉顾言的父母，我顾念轩轩跟我的这3年母子之情，所以我给他准备了一笔教育资金，但要求是他们不可以将他父母做的那些丑陋的事告诉他。这是我最后能为轩轩做的事了。回上海后，我卖掉了名下所有的房产，带着母亲和小郑回到了浙江老家。我的父亲就长眠在这里。浙江山水娟秀，我会陪着母亲安老，陪着小郑长大。那些如噩梦般的往事就随风去吧。